台湾话水母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批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释义：水母，刺丝胞动物，腔肠动物，身体呈现透明，上有如伞的头盖，其下有多只触角，品种繁多，常有剧毒，亦有可食者。可食者晒干后制成海蜇皮，为口感爽脆富弹性的凉拌菜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